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6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真侪人拢会伫暑假期间出国旅游，而东南亚地区是天狗类以及兹卡病毒主要的流行区域。市府展现积极作为，邀请到旅游相关业者来听取简报，学习防疫知识，预防病毒进入国内。个人介意前往旅游的东南亚，其中真侪国家拢是天狗类流行地区。随着暑假出国潮的来临，市府唔敢大意，邀请旅游业者以及人力业者，并且由颜顺做副市长担任主讲人，宣导防疫天狗类也有兹卡病毒。目的就是希望个人会当欢欢喜喜出游，平安健康的回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旅游业者。那严副市长也特地亲自来跟他们做一些讲习演讲，那卫生局也责无旁贷，所以我们针对这些一些东南亚国家，包括泰语啦、印尼话等等，我们有翻译成登革热宣导的一些不同的语言，那也让他们可以带在身上。那也希望我们的旅游业者在他们开立机票、电子机票的时候，可以把这些相关的讯息也放在里面。那这样的话，登革热防治可以防疫于境外，从海关以外，我想每一个到东南亚旅游的人，或从东南亚的人都很清楚啊，这是非常棒的事情。市府上下一心努力防疫，并且制作外语文宣，提供给旅游业者甲人力中介，便利因会当向外籍人士做宣导。希望在多方面做伙努力之下，将病毒防治伫境外，保障个人的健康。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针对维管大楼的受灾户，市府运用善款，对每一个所有权人补助100%，但相关无超过300万。对此，拥有4户的那太太也同款只有补助到300万，予伊相当不好。因此，上午伫议会公务委员会当中提出请愿。维管大楼受灾户那太太上午来到议会进行请愿，伊指出市场承诺建物补偿部分，以市府兴办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补偿土地条例的标准，补助100%，但每一个所有权人相关无超过300万，言论前后颠倒。因此，伊就算拥有4户，实际损失3000万，但说敢若会当摕到300万，予伊相当不好。市政府对这次维管金融的是依市府兴办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补助自治条例之标准，对维管大楼房屋有100%补助，而且已做成补偿清册。我个人损失的金额大约3000万，事后发放通知却只有300万，不知道市府所引用条文。事后又否定是为哪桩？对此，公务局长苏金安回应，地动的建筑物补偿主要是因为有善款会当运用，并不是法定的赔偿，而且也不是会当无限的提供协助。咱最主要的迄善款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协助咱在住户受灾的住户会当赶紧恢复因的生活所以迄个时阵当初这个计数当然就是想用什么计数来补助较好。所以用咱这个公共设施补偿办法的这个标准就是迄阵有讨论过，感觉讲这个标准是较合时阵的、较合时机的。所以咱都会用这个标准来用。但是就讲唔是讲迄个，咱要讲最主要目的是希望协助咱在住户赶紧恢复生活。所以唔是讲伊像伊都3000平就咱一定用伊3000平。所以这是有那经过。这重建小组甲市长决议所以来讲以一个人为准，你来讲他一个300万是安尼来的。同时，议员谢良介指出，伊曾经伫6月11号总质询当中，要求市府伫1个月内报告安怎利用存落来27亿善款来提高补偿，伊希望会当纳入共一个案讨论。希望恁伫1个月搞迄个专案报告，会当针对
剩的这手尾钱27-8亿只吼，安那使用，我认为讲这善款啦。啊，若无你会足头壳疼，将来卡输43亿，你剩21.5亿啦。那安尼所有捐钱的人，你要照比例退行互阮哦。你后壁工资会更较大。最后，公务委员会决议将该案做成请愿案送大会讨论，同时附带决议，请请愿人拿太太联合其他有共款意见的住户签署联署书，一并提出讨论。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前日昨晚连续落了几天的大雨，造成安平5期中卫区真侪所在积水。议员李文正要求水利、公务相关单位进行检讨，要求尽速解决安平的积水问题。根据气象局资料显示，这个月10号的急降雨达到每点钟52米的雨量，造成安平区建平路、文平路一带真侪所在积水。在地议员李文正特别要求水利甲工程等相关单位来做检讨。5期中卫区4块恁当拢是运河咧，啊，你伫运河边迄个饮水吼，这个是世界一个大的笑话咧，吼，所以。这个问题真简单，你就只要甲切高，吼，你像讲樱花三街，吼，一些南北向的那个街区，然后你就11街、12街、13街东西向就把它连接起来，然后排到建平路，西边就排到文平路，那其他的街区嘛是同款啦，安尼的时阵所开唔免关啦，安尼的时阵就当解决这个饮水的问题啦。对这摆饮水问题，市府嘛由秘书长整下各单位对全市的积水的地区做出通盘方案。咱李秘书长要做一个专案，就是讲针对这边65个路段有这积淹水的这情形的吼，爱做一个彻底了解，就是讲看是切高的这设计容量无够，还是讲伊的连接管。伊的集水井要接到咱的雨水下水道，迄个量佫无够，可是讲就是设计的大小可能还需要再做一些的改善。这个部分阮呢针对那65处，这个有积淹水的这个路段会做一些彻底的检讨。由李秘书长会邀集咱水利局、工务局、公所做一些彻底的检讨，然后专案来做相关的改善。但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每讲热天生水的季节，总是会传出不幸的事件，因此台市防洪水上救生协会今年第10档举办防溺活动，教导学生水上自救加救人的能力，而且该活动全程免费，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报名参加。每到热天暑假期间，生水的人就变多，不过因为相关知识的不足，每一档都有危险的事件发生。对此，由台南市防洪水上救生协会办理的水上防溺嘉年华，希望借着专业教练的指导，训练学生救人甲自救的能力。透过安尼媒体来报道，来鼓励安这一寡家长呢嘛鼓励一寡囡仔来参与啦包括家长嘛当参加学一个迄个救人的技术嘛是真有意义，真做功德啦我想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这个活动，是因为我们现在青年学子其实夏天当然都会想要亲水，可是我们除了亲水爱水以外，我们一定要有防溺自救的观念那如何防溺，如何自救？这不是讲有观念就会晓我们要训练很多这个自救的技巧。那所以我想透过这样的夏令营，有专业的这个教练来指导，那我们期待我们的国中小这些学子们，可以在亲水爱水之余，有防溺自救的技巧。该活动今年已经举办第10档，今年用嘉年华的方式设置8个关卡的闯关游戏，有抛绳救生、要水中自救、水母漂等等的课程内容，相当多元实用。10档前，阮会陆陆续续有设这个防溺自救夏令营，今年较无共，今年是一个嘉年华，咱体育处来争取到部分的经费，而且感谢体育处处长到咱的专委会到3天。
这项活动7月9号早起8点半开始，在水多多乐园下赛馆举办。预计开放1200个名额报名，赢满为止。而且活动全部免费，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协会网站报名。电新闻正山林根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人爱读册。大观音亭树顶行祭宫22号暗时在庙埕举办城市游劫市集，现场演奏萨克斯风，引济民众前来，甚至知名旅游节目《爱玩客》也到现场录影，让暗时的庙埕变加非常闹热。大观音亭树顶行祭宫的元老，下暗伫咧庙埕，甲民众同乐欣赏美妙的萨克斯风表演。加上庙埕当中丰富的城市游侠市集活动，吸引了济民众前来。就连知名的旅游节目《爱玩客》也到现场录影，记录下府城下暗的庙埕是会当这样美丽加热闹。我们现在坐在这个脚踏车上的人是谁？最大声的就是我们。谁？我叫局长，谁？月老。谁？月老。谁？月老。请到这家对家。为着要让暗时的庙埕不再冷冷清清，大观音亭树顶行祭宫甲北区区公所特别规划了这寡活动，希望恢复早前年代感觉，让下暗的庙埕会当再一次成为民众有这个所在。阮大观音亭树顶行祭宫这个七夕文化活动今仔日有一个都市游侠的市集啦甲一个爱玩客来遮拍摄，还有爵士乐的这个与君同乐阮这庙埕足水拄来伫清风路边这庙埕暗时要咧活动感觉足无彩所以阮才来办这个活动希望各位信众各位市民有缘来阮这庙埕遮行行遮真好这个七夕文化活动阮7月还会办一个月老共评的一个记者会所以咱北区公所对阮这个大观音会使讲真支持啦办一个这个月老的迄个七夕活动的组图甲有这个小巧的布偶的解说员，这拢是一大创举感谢咱贾区长感谢你欢乐的气氛，民众纷纷随着音乐开始跳舞。庙方也表示，接下来也阁有真侪七夕相关的活动将要举办，大家民众好好期待。咱的新闻早采访报道。百货业者迈入50周年，推出8万礼券大放送，除了全馆消费满5000送500优惠，各消费满1000都有一组抽奖机会，提供100万的礼金作为大好康。来互大家试手气。为了庆祝成立50周年，百货公司特别邀请超跑业者，请来3台1000万跑车为活动赞声，带来一票好礼。除了百货服装满5000送500，大型家电满1万折1000，也有来电礼以及乐透奖等等。除此之外，佮准备了100万礼券，要互消费者抽奖摕好礼。这次我们活动是从6月23到7月17号，那整个部分原摆在台湾已经经营了50年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推出50周年庆的活动，那这个活动是比周年庆还更优的活动我们有推出全馆满5000送500
大家电满万再折千。那另外我们有推出超级好康的一个中信卡啊，你只要刷中信卡分期5000块以上，就可以享有5%的回馈。那这个部分就是整个回馈起来会超过15%，我想这是在今年度以来最大的回馈的活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有搭配了其他的系列的活动，包含我们有一些摄影的活动，一些回顾展的活动。那另外我们也在这次的活动里面的话，还有一个100万礼券的大放送。另外，为6月23號到7月4號活動期間，只要使用中信卡消費滿5000，佮加碼送5%的禮券回饋，以及中信兄弟隊好固定新幣好禮，千萬唔通錯過。台聯新聞張偉忠、郭博義彩虹報道。知名百貨公司的夏利品牌車展，為現在開始到6月29號為止，接下了賓士、BMW 等8大品牌的名車，方便民眾看車比價。另外，還有7台重型機車在現場展出，總價值將近5000萬。在咧小角落熱情舞蹈帶領之下，隨着鏡頭來咱看到濟知名車款。親像是 Benz、BMW、Jaguar、Audi、Volvo、Skoda 以及 Land Rover， 其中一台感覺是個 Land Rover 敞篷小旅車，以特殊的設計整體來裝，佮加上全台灣限量無到10台，馬上成為全場上界吸引人注目的焦點。第一天開幕就吸引濟民眾來看車。夏日聯合車展於即日起到6月29號，在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巨本館西區文化館隆重登場。本次集結了8大品牌 ：BMW、賓士、Jaguar、Land Rover、奧迪、Volvo、Infiniti 還有 Skoda 等8大品牌，展出30台車款，更加碼展出7台重機，總市值超過4000多萬。有興趣的民眾可以在周末的時候來台南新天地欣賞車子的魅力哦。8大品牌將因的年度好車全部呈現在消費者的眼前，同時主辦單位閣加碼展出7台 BMW 重型機車，介意欣賞車的民眾歡迎趁到週末假期來體驗這掛名車的特殊吸引力。台南新聞網站採訪報道。為了提升台南藝文表演的風氣，有業者除了設立結合音樂、舞蹈、甲戲劇等多媒體的展演空間，甚至陸續開發靜態用途。嘛，以外，好幾條街頂面都有3棟展演的空間，相當吸引人。晚上對高等音樂、跨界舞蹈、戲劇以及多媒體藝術表演所成立的展覽空間，特別對鼓勵藝術新人甲新興社團備受好評。不過煙花館設立當初因為受限展演場所的完整性，所以2年前佢開始設計這棟由超過20棟樓厝所改建、屬於較靜態藝文空間，除了提供對學生到無共等級的藝術家來參展，也是舉辦講座真好的享受，都是作為原煙花館大廳的概念。当然，经营者私底下低调表示，做任何代志拢是求新求进步，所以这栋预计今年9月将完工，会当容纳300多人剧场，也将加入艺文市场运作，欢迎团体多加利用。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每一個人自細漢開始，就做過大大小小的健康檢查，參照兒童甲學生的健康檢查，以及勞動部規定的勞工體檢。國民健康署提供的成年人有防保健等等，目的攏是要促進健康，達到疾病的早期發現甲治療。
身体健康检查的目的，就是要预防疾病甲促进健康，因此定期检查是相当重要，会当达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以国民健康署提供的心灵预防保健为例，检查内容包括身体健康、实验室检查以及健康咨询等项目。而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更是推出4种的套餐，国民众以个别的需求做选择。第一个防癌套餐呢，事实上是为了帮助个案可以来了解，借着癌症指数，我们就可以初步了解，自己的有没有一些风险得到一些癌症。第二个脑心血管疾病，因为我们的脑部疾病跟心脏血管疾病，事实上排行我们的10大死因当中的第2名跟第3名，这事实上也是很好的一个初步的筛检，来看一下说你的脑的颈动脉超音波有没有怎样的异样，跟你心脏功能如何？第3个两性套餐呢，就是个别针对两性来去做一个处理。女生我们会额外检查到您的乳房超音波跟妇科的超音波，男生呢就会来去检查您的射护腺超音波，看有没有一些病变或者是一些病灶。最后的电脑断层套餐呢，事实上是属于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可以初步的来去筛检出来说您有没有一些肺癌的一些小结节或者是一些病灶。医师鼓励民众伫健康检查进前，尽量维持原来的身体状态，莫故意改变饮食甲生活习惯，避免检查出来结果无够接近真正的身体状况。而检查的结果上好是请医师正确判断，莫自我解说。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7月份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6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田雅珊，咱再会。